后来乡亲啊，咱的家族啊，若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，要特别注意这个消息。有一对姊妹啊，到日本生回国了后，出现着心跳变紧、焦虑、手会颤的这个症状。去看医生，发现是甲状腺亢进，也就是咱一般咧讲的毒龟。医生讲，因为日本的拉面、日本的火锅含碘量拢伤悬，所以才会来引发着这种的病症。也毋过唔免烦恼，只要减少食含碘的食物，照时间来食药啊，安尼就会当控制。小火锅的拉面内面的料真多，佮放瓜葱仔落，也佮有是加矿物等入去火锅内面，汤头青甜，佮美味，这拢是袂少民众去日本佚佗上爱食。毋过有医师发现，愈来愈多人对日本送回来出现着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症状纠正。这对姐妹啊，她们去日本之后吃了很多美食，然后回来之后晚上睡好像睡不好，然后体重有些微减轻，然后甚至她开始觉得越来越紧张，就是甲状腺亢进。这款的案例不是个案，不少患者对日本回来了后，2礼拜到2个月内，陆续出现着心跳变紧、手会颤、焦虑，甚至是失眠，也会惊热的症状，赶紧去看医生。日本的食物里面，因为他们很习惯使用昆布，尤其一些拉面啊，像是乌龙面这些，里面都含有很高量的碘，有可能对于甲状腺亢进体质的病人就会整个诱发出来。不过，医师讲，一般无家族病史的民众，其实会使加食寡含碘的食物，免担心。若是发病的民众，只要按时食药啊，减食寡海带、矿物中含碘的食物，甲状腺亢进其实会使控制。治疗了后，卖当恢复正常生活。